1940年10月21日，蔣介石寫道：德俄將有戰事。10月24日再次寫道：俄必與德一戰。而2個月後嘅12月18日，希特拉便正式簽署咗進攻蘇聯嘅巴巴羅薩計劃。1941年6月21日，蔣介石繼續寫道：預斷定德必於日內攻俄。第二日，德軍就突襲蘇聯，蘇德戰爭正式爆發。今日我哋就嚟傾下蔣介石點解可以咁準確咁預測出蘇德戰爭爆發嘅時間呢？一、外交困局，大國之間嘅博弈，花費大量精力去預測蘇德戰爭嘅爆發，其實並唔係蔣介石得閒得滯，放低抗日戰爭唔理，而去操心歐戰嘅事喎。恰恰相反，蔣介石嘅精準預料，正正係建立喺為咗令中國抗戰攞到最終勝利而做嘅戰略佈局上面。對於蘇德戰爭嘅預言，僅僅係佢戰略佈局之中嘅一環。當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後，喺蔣介石睇嚟，中國作為一個弱國，好難單靠自己打贏日本。蔣介石對於抗戰嘅戰略，主要係想將中日戰爭國際化，企圖依靠國際聯合陣線去制裁並且戰勝日本。而歐洲係世界嘅政治中心，歐洲嗰啲老牌帝國主義國家，殖民地遍佈全球。一旦佢哋自己互相打起上嚟，所屬嘅殖民地亦都不可避免咁會捲入戰爭。咁樣一旦歐戰爆發，世界大戰也就走唔甩。同時，歐洲大戰必定會產生2個互相對抗嘅陣營。按照前面嘅邏輯，呢2個陣營必然會延伸到全世界，令到全世界亦都分成2個陣營，而中國必然會屬於其中一個。咁樣嘅話，中日戰爭就俾人國際化咗。中日戰爭將唔會再係遠東地區一個孤立嘅局部嘅戰爭。蔣介石嘅邏輯係，如果中國加入嘅陣營喺歐戰之中攞到勝利，咁國際化咗嘅中日戰爭亦將會被連帶解決。不過而家嘅問題係，中國點樣加入嗰個必勝嘅陣營？而且同時又唔可以俾日本加入。可能有啲觀眾喺度會有疑問：中日唔係打緊仗咩？如果中國加入咗一個陣營，日本唔係就自動歸屬到另一個陣營咩？如果你咁諗，就將國際間嘅合縱連橫諗得太簡單啦。我哋嚟睇下當時嘅國際局勢。喺當時，同東亞有直接利益關係嘅大國主要有4個，即係英、法、美、蘇。這4個國家都喺東亞同日本有利益衝突，亦確實都支持中國抗戰，以便中國將日本拖住，從而削弱日本對自己嘅威脅。所以要想將抗日戰爭牽入歐戰，只可以同呢幾個國家建立聯合陣線。喺蔣介石睇嚟，一旦歐戰爆發，英法必定喺同一戰線，而英國嘅背後又有美國。蔣介石對於英美抱有極大嘅期待，所以英法美陣營就係蔣介石戰略之中嗰個必勝嘅陣營。至於蘇聯，由於國內另一個政黨嘅存在，蔣介石對於蘇聯並唔係十分信任。但當時蘇聯係中國抗戰嘅主要援助國之一，同時又係牽制日軍嘅重要力量之一，所以蘇聯亦都喺蔣介石建立聯合陣線嘅戰略佈局之中。但問題係，當德國喺歐洲橫衝直撞嘅時候，呢啲國家嘅戰略重點亦都喺歐洲。為咗避免兩線作戰，冇人願意喺東亞直接捲入同日本嘅對抗，故此對於中國嘅關係也就冇咁緊密。換句話講，呢啲國家對於中國嘅支持基本都係口頭助攻，一係發表個聲明譴責下日本，一係開個會議投票承認某某地嘅主權屬於中國。但呢啲舉措對於日本侵華並冇咩實質性嘅制約或者制裁，相反，日本就利用呢一點不斷分化英美蘇同中國嘅關係。後來英國同蘇聯先後同日本達成咗妥協，棄蔣如敝履。蔣介石遭到背刺之後，一怒之下竟然嗌出咗聯合德國報復英國嘅口號。總之喺中日呢場互相孤立嘅外交較量之中，蔣介石完敗。正當蔣介石陷入外交困境時，1939年8月23日嘅一則消息令蔣介石重新振作起嚟。嗰一日，蘇德簽訂咗互不侵犯條約。蔣介石知道後，好開心咁喺日記中寫道：商定互不侵犯條約，最失敗者為倭寇也。俄國以後政策必以亞洲化多於歐洲化，其決心專力經營亞洲無疑也。蔣介石嘅意思係，蘇聯簽訂條約係為咗安定德國，此後蘇聯唔使喺歐洲對德國設防，而可以將力量集中喺遠東對付日本。蔣介石做此判斷嘅依據係，
1936年11月，日德兩國簽署咗反共產國際協定，其實就係反蘇。但而家德國同蘇聯簽約後，蔣介石認為日本係俾德國出賣咗。此外，1939年5月，日蘇之間喺中蒙邊境爆發咗洛門罕戰役，呢場戰役一直持續到9月中旬，即係話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喺8月簽訂時，蘇聯仲喺遠東同日本打緊仗。蔣介石據此判斷，此條約嘅簽訂係蘇聯安撫西方、經營東方嘅戰略安排。但未等蔣介石開心2日，中國駐法國大使顧維鈞就發嚟咗電文，大致意思係講英法兩國認為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嘅簽訂係蘇德聯合嘅象徵，而蘇德聯合太過強大，足以稱霸成個歐亞，所以英法決定聯合所有可聯合嘅國家對其進行包圍，而呢啲國家包括咗日本。呢件事令蔣介石好惶恐，英法若果真係同日本聯合，對中國將會係百害而無一利，所以蔣介石必須諗辦法提前同英法聯合，以便將日本排擠喺外。1939年9月1日，德國閃擊波蘭；9月3日，英法對德宣戰。不過喺英法宣戰嘅前一日，即係9月2日，蔣介石就提出咗中國對德宣戰嘅戰略提議。蔣介石認為英國喺歐洲最大嘅敵人係德國，如果中國對德宣戰，等於加入咗英法陣營，而中日又係絕對敵對嘅，故此英國冇理由再聯合日本。當時重慶政府喺大公報上發表咗多篇社論，以反侵略為題，大肆聲援波蘭同英法，稱讚英法為反侵略而加入戰爭，而抗日戰爭亦係反侵略戰爭。呢一步正正係為咗將抗日戰爭並聯到歐戰當中。但令蔣介石估唔到嘅係，佢原本以為唔會西進嘅蘇聯，擰轉頭就同德國瓜分咗波蘭。呢下以反侵略為名加入英法陣營嘅計劃都泡湯啦。因為如果繼續以反侵略名義聲援波蘭，好可能會惹到蘇聯唔開心，得罪德國。好彩德國離中國太遠，對中國鞭長莫及，但蘇聯就喺中國邊上。於是蔣介石立馬調整咗戰略，喺蘇聯出兵波蘭2日後嘅9月19日，大公報就又發社論，大鬧波蘭係個不忠不孝、不仁不義嘅狗東西，話波蘭企喺東歐嘅前線，騎牆投機，守住兩端，替希特拉做走狗，活該亡國。而蘇聯佔領波蘭嘅部分喺一戰前就係俄國嘅領土，蘇聯此舉係喺度收復失地，並阻止希特拉佔領波蘭全境。總之，重慶政府為咗唔得罪蘇聯，只可以將蘇德入侵波蘭分為2種性質，即係德國係侵略，係非正義嘅，而蘇聯係收復失地，係有理可說嘅。但喺後來，當德國轉頭攻打丹麥、挪威時，蘇聯亦順勢入侵咗芬蘭。從當時嘅種種跡象嚟睇，史達林同希特拉似乎真係要聯合起嚟，有包打天下之意。如果蘇德真係聯合起嚟，中國將陷入一個巨大嘅困境當中，既唔可以對德宣戰，同蘇聯為敵，亦唔可以保持中立，拒英法於門外。中國喺當時能依靠嘅似乎只有美國。然而美國盡管一直喺度聲援中國，但同時亦喺度賣俾日本廢鋼鐵同油料等資源。陳誠喺1939年9月9日俾蔣介石上書時就評價過美國，話美國採取傳統嘅光榮孤立政策，一方面可使新大陸不致捲入戰禍，得以培養其將來主宰世界之實力；他方面又可滿足暫時商業牟利之慾望。陳誠對於美國嘅評價可謂一語中的。喺戰局仲未明朗時，只想發戰爭財嘅美國只會隔岸觀火。所以當時重慶政府中有一部分高層變得極為悲觀，例如外交部長王寵惠、財政部長孔祥熙等，就認為中國冇咗出路，主張由美國調停同日本議和。但蔣介石此時嘅戰略仍然冇變，即中國必須同英法企喺同一陣線，將中日戰爭牽入歐戰，變成世界問題嘅一環。一旦世界問題解決時，中日戰爭亦連帶徹底解決。所以蔣介石對於英法嘅最終勝利並冇失去信心。但令蔣介石萬萬估唔到嘅係，作為歐洲大陸老牌強國嘅法國，竟然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戰敗。1940年6月18日，喺抵抗咗長達39日後，法國政府宣布停止抵抗，4日後建立維希政權，蜷縮喺法國南部一隅，孤影自憐，苟延殘喘。蔣介石亦喺6月24日嘅日記中寫道：法國以不復成為國家，
法國人何以如此沒出息？咁呢一事件對於中國有冇影響呢？有，而且仲唔細。喺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嘅國際交通主要依靠3條通道，一條係雲南同越南嘅滇越路，一條係雲南同緬甸嘅滇緬路，一條係新疆同蘇聯嘅西北路。其中西北路因為運輸線太過漫長，運力十分有限，所以中國主要依靠嘅係滇越路同滇緬路，而越南係法國殖民地，緬甸係英國殖民地。呢兩條路能否保持暢通，同英法兩國嘅國力有很大關係。果不其然，法國喺光速戰敗後，馬上同日本妥協，禁止一般貨物經越南運華。當時中國尚有3萬噸汽油同6萬噸其他物資積壓喺越南，卻無力運送到中國。滇越路基本已經停止，而法國戰敗，英法陣線亦隨之瓦解。英國不得不喺歐洲獨自面臨強敵，所以亦無力喺遠東同日本發生衝突。喺日本嘅脅迫下，英國亦好快向日本妥協。當時丘吉爾亦接替張伯倫任英國首相。丘吉爾以敦促中日議和為藉口，下令關閉滇緬路3個月。就英國嘅立場嚟睇，英國嘅處境確實十分困難。但對於中國嚟講，英國此舉就係出賣中國。總之，由於國際局勢嘅轉變，蔣介石喺中日相互孤立嘅較量中又輸咗一局。當時重慶政府上下都對英國大失所望，痛罵英國自凡爾賽條約以來，專門犧牲他人以久安自己。對於德國嘅復權運動，英國唔肯拔自己一毛。宋萊恩、宋奧地利、張伯倫嗰個老好人嘅得意之作係送捷克，送嚟送去，法蘭西亦都被送咗。而英國喺焦頭爛額之際，又想送中國。而家中國嘅運輸通道只剩低咗西北路一條，所以基於呢種局勢，重慶政府內有部分人便主張親蘇聯德，其中代表人物就係立法院長孫科，佢本來就係親蘇派領袖，有此提議並不意外。佢為此做咗好多努力，甚至打算派周恩來前往蘇聯聯絡求取援助，但聯德之論基本就係喺度賭氣，有報復英國之意，得利根本無益於中國。聯德只係重慶嘅一廂情願，哪怕外交成功，德國亦唔會對中國有咩實際幫助。但當時贊成此舉嘅人並唔少。喺1940年7月18日嘅重慶國防最高委員會會議上，孫科提出此意後，只有吳稚暉一個人明確反對，其他人大多附和。但重慶政府一直都係走英美路線，蔣介石亦絕不可能親蘇，因為某種原因，親蘇意味住蔣將會同國內嘅另一個政黨綁埋一齊，呢個係佢不能接受嘅，所以蔣介石只會聯蘇，唔會親蘇。佢嘅戰略依然不變，就喺英法對日妥協、自身難保嘅狀況下，重慶政府依然係要走英美陣線。佢俾出嘅理由係，而家國際上混亂一片，侵略同反侵略嘅界線仲未十分明朗，兩個鮮明嘅陣營亦冇完全形成。各國喺考慮處理問題時，並唔係從成個陣營嘅視角嚟睇問題，而係各顧各嘅。一旦局勢明朗，英美蘇將會睇到日本如果冇咗中國牽制，將會喺東南亞、太平洋同東北亞對自己嘅利益產生巨大威脅。屆時英美蘇必唔會再縱容日本，而係會繼續轉頭支持中國抗戰。所以中美英蘇合作嘅基礎依然存在。一旦中美英蘇戰線形成，德意日就會被排除在外，世界兩大陣營就會形成。後來嘅歷史證明，蔣介石此時嘅國際陣線劃分確實具有戰略遠見。所以話喺英法相繼對日妥協，蘇聯又唔方便親近嘅情況下，蔣介石堅持走中美英蘇路線，就只可以依靠美國。當時中國駐美大使係胡適，胡適係文人出身，既唔善於社交打探消息，又唔善於辦理交涉，對於蔣介石嘅一啲政治意圖同戰略意圖，亦唔善於領略。重慶高層早就對佢有意見，認為美國對於中國嘅求援請求不加理會，就係胡適辦事不力。陳誠就多次請蔣介石罷免胡適，換宋子文或者顏惠慶出使。蔣介石亦喺1940年6月4日嘅日記中自責咁寫道：把胡適這種毫無靈魂與常識之人任為大使，是愚之過矣，何怪於人？二、陣線明朗，中美英蘇合流，但胡適係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嘅一面旗幟，喺國內外影響好大，隨意罷免牽扯太多。
於是蔣介石採取咗一種變通嘅方式，佢喺1940年6月任命宋子文為其私人代表同政府代表，以此雙重身份常駐美國。咁樣蔣介石嘅對美外交就可以透過宋子文展開，而胡適嘅大使身份亦不必罷免。喺宋子文到達美國後，蔣介石嘅對美外交較之以前通暢咗好多。1個月後，美國選擇咗支持蔣介石。7月26日，羅斯福發表聲明，宣布支持中國，並對日本禁運汽油同廢鐵，而呢兩樣資源恰恰係日本匱乏嘅。丘吉爾喺睇到羅斯福對日強硬後，亦馬上改口，稱無意敦促中國同日本議和。而就喺1週前，丘吉爾仲喺英議會發表演講，稱應願協力促成中日和平。由此睇嚟，亦只有美國能制服老謀深算、刻薄小恩、難打交道嘅英國。自此，中國嘅局勢開始明朗。係喺1940年9月27日嗰一日，德、意、日三國喺柏林簽署咗三國同盟條約。呢3個國家喺1936年同1937年就簽署過反共產國際協定，其實質就係反蘇，只係後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嘅簽訂弱化咗呢一個同盟。而家三國重新結盟，其實就係反蘇同盟嘅復活。當歐戰剛剛爆發時，意大利宣布中立，日本宣布不介入，英國抵抗德國嘅同時，又對日妥協，出賣中國。蘇聯支持中國反侵略，卻又入侵波蘭同芬蘭。美國支持中國，卻又向日本出售物資。蘇德關係曖昧不清，更係使國際關係複雜混亂。呢一切嘅一切，都使得敵友不明，侵略同反侵略陣營界線不清。而家德、意、日結盟，向他國侵略擴張嘅意圖明顯，撇開蘇聯嘅意圖亦明確無疑。咁樣英、美、蘇就可能企喺另一陣線，結成反侵略同盟，中國便可順勢加入國際反侵略陣線，從而擺脫長期以來嘅孤立。呢個正正係蔣介石一直以來所渴望嘅。而且三國同盟條約嘅前景喺蔣介石睇嚟，日本唔係多咗2個盟友，而係多咗2個敵人。因為德、意兩國喺遠東冇咩利益，對於日本根本冇實質性嘅幫助。德國嘅陸軍同空軍再強大，亦不可能打到中國嚟。德意頂多承認下汪精衛政府，但英美喺東南亞同太平洋則有切實嘅利益，其海軍力量亦可輻射到遠東太平洋地區。所以三國同盟條約簽訂嘅第2日，蔣介石便寫道：抗戰必勝之形勢已定矣。丘吉爾亦喺10月4日講到，德意日同盟使得國際空氣一清，其意亦係話敵友分明，應付起嚟比以前簡單咗。果不其然，日本喺三國同盟條約中提出建立所謂大東亞新秩序後，不僅觸犯咗英美嘅根本利益，亦觸犯咗蘇聯嘅根本利益。聯合抵制日本成咗東亞政治嘅第一需要。重慶政府作為遠東最為重要嘅一個抗日力量之一，一時間成咗英、美、蘇為維護東亞舊秩序爭相拉攏嘅對象。蔣介石亦迅即向英、美、蘇提出合作與援助嘅請求，且基本得到滿足。而日本加入歐戰，亦成功將中日戰爭國際化。蔣介石嘅戰略獲得咗初步實現。喺中日相互孤立嘅又一輪博弈中，係蔣介石勝咗一籌。3. 巔峰預測德軍東進邏輯，亦就喺此時，蔣介石關於德軍戰略方向嘅問題亦越來越明朗。喺法國投降後，世界各國嘅領袖們同各方嘅觀察家們都認為希特拉下一步嘅目標一定係全力攻英，但蔣介石卻做出咗一個相反嘅判斷。佢認為希特拉唔會進攻英國本土，而係會掉頭東進，進攻蘇聯。關於呢一點，蔣介石嘅判斷實際上部分失準咗，因為法國投降後不久，希特拉就簽署咗進攻英國嘅海獅計劃。不過由於不列顛空戰嘅失利，到9月份時，希特拉便宣布推遲該計劃，轉而為東進做準備。所以從結果嚟睇，希特拉確實冇全力攻英。海獅計劃被推遲之後，便再亦冇執行過。不列顛空戰嘅失利，令蔣介石更加確信德國唔會繼續攻英，而係會掉頭東進。1940年10月21日，蔣介石寫道：德俄將有戰事。10月24日再次寫道：俄必與德一戰。果不其然，2個月後嘅12月18日，希特拉便正式簽署咗進攻蘇聯嘅巴巴羅薩計劃。儘管該計劃喺此前已經制定，但蔣介石
當然不可能提前知道，而下此判斷之後，蔣介石又從各個角度進行咗長時間嘅觀察，深入論證咗呢個判斷發生嘅必然性。其實早喺1940年5月，蘇聯陳兵喺羅馬尼亞同匈牙利邊境策應南斯拉夫時，蔣介石就認為蘇聯可能會喺巴爾幹半島同德國處於敵對地位。後來法國戰敗，所有人都認為德國將會攻英之時，蔣介石卻認為德國會喺巴爾幹半島與蘇聯爭鬥。蔣介石嘅睇法係，德國嘅戰略方向不外乎3個目標：西進攻英，南進攻地中海或北非，東進攻蘇。而德國陸軍強，海軍弱；英國正好相反，陸軍弱，海軍強。德國如果西進或南進，必將與英國海軍戰於英吉利海峽或地中海。對於德國嚟講，呢個係以弱攻強，而且其強大嘅陸軍亦無用武之地。所以德軍為咗揚長避短，發揮起陸軍嘅強大作戰優勢，只能夠選擇向東進攻蘇聯。當時好多人都唔認為希特拉會東攻蘇聯。法國戰敗後，英國似乎唾手可得，希特拉不可能使自己面臨兩線作戰嘅威脅。但蔣介石認為希特拉選擇東攻蘇聯，正正係為咗解決德國最大嘅威脅。因為如果德國喺西進攻英時失敗，蘇聯必定會乘機攻德。先唔講蘇聯嘅陸軍素質點樣，單係其龐大嘅數量就會令德軍食唔消。與其係咁，德軍不如率先攻打蘇聯，將主動權掌握喺自己手中。一旦蘇聯被打敗，德國先算真正解除咗兩線作戰嘅危險。而如果此時英國喺西線進攻，由於英國陸軍弱，德軍嘅力量係足以御英嘅。仲有最重要嘅一點，蔣介石認為美國係世界頭號強國，而英美嘅關係又比較特殊。希特拉唔進攻英國本土仲好，但一旦希特拉踏上英倫三島，美國必將參戰。所以德國要想避免同美國正面碰撞，只能夠放棄英國，東進攻蘇。蔣介石喺1941年2月1日嘅日記中寫道：希特勒拒美參戰，以期攻俄，或可避免美國參戰。呢個係蔣介石判斷德國必將東進攻蘇嘅一個重要論據。不過有一點蔣介石算漏咗，嗰就係意大利嘅因素。德國嘅盟友意大利喺吞併阿爾巴尼亞後，於1940年10月底進攻希臘，卻未曾諗到被希臘打敗，並被反推至阿爾巴尼亞境內。為咗幫助意大利，希特拉只得派兵進入巴爾幹、保加利亞同南斯拉夫，亦喺此時投靠德國。然而南斯拉夫後來發動政變，推翻咗與德國妥協嘅原政府，反德勢力重新上台。蔣介石本以為希特拉會以政治方式解決巴爾幹各小國，但冇諗到南斯拉夫政變激怒咗希特拉。希特拉決定喺攻蘇之前先以武力摧毀南斯拉夫。而南斯拉夫同蘇聯主體民族都屬於斯拉夫人，德國喺此角逐，無疑增加咗蘇德之間嘅對抗性。1941年4月17日，南斯拉夫投降，希臘亦基本上戰敗。此時德國似乎有乘勝進攻埃及嘅意向，因為佔領埃及可以切斷蘇伊士運河，控制北非同東地中海，切斷英國同東方殖民地嘅聯繫。呢一點同樣具有巨大嘅戰略意義。不過個月發生嘅兩件事令蔣介石確認德國唔會南下進攻埃及，而係會繼續東攻蘇聯。其中一件係4月13日，蘇聯同日本簽署咗蘇日中立條約，蘇聯解除咗來自遠東嘅威脅，可以專心向西抵禦德國。另一件事係蔣介石得到咗一個情報，蘇聯西伯利亞嘅鐵路停止客運。蔣介石認為此必係客運改為軍運，係蘇聯喺度將遠東嘅兵力篩掉，蘇德戰爭確定無疑。蔣介石還判斷德軍必將喺6月中開始攻俄。佢認為一旦到咗冬季，俄境極難作戰，若拖到明年，德軍嘅實力會日漸削弱，蘇軍只會備戰增強。所以嗰年夏天係德軍攻蘇嘅最好時機。而接下來發生嘅各種各樣嘅事件，無一唔係喺度替蔣介石證明其論點。1941年5月2日，蔣介石得到消息，德軍從挪威開往咗芬蘭。蔣介石就此判斷，是為德俄戰爭之象徵。5月10日，德國國社黨首領之一嘅魯道夫·赫斯自駕飛機，隻身奔赴咗英國。蔣介石根據赫斯奔英時係自己駕駛飛機呢一事實判斷，赫斯平時必定做過大量嘅飛行訓練，希特拉
不可能唔知。所以蔣介石認為赫斯賓英係希特拉嘅計劃，目的係為咗同英國講和，解除西線嘅憂慮，從而專心東進攻蘇。喺德軍平定完巴爾幹戰事後，近東一帶嘅伊拉克同敘利亞成咗一個新嘅熱點。當時伊拉克係英國委任統治地，敘利亞係法國委任統治地。1941年4月嘅時候，伊拉克親德勢力發動咗反英政變，被丘吉爾出兵平定，但德國冇派兵增援。蔣介石當時判斷是德國對俄未收復以前，不願對近東冒險。後來維希法國因為屈服於德國，允許德軍喺法屬敘利亞停留，以便德軍前往增援伊拉克嘅親德勢力。為咗阻止德軍，丘吉爾遂命令英軍前往敘利亞同維希法國嘅法軍交戰，但德國依然冇派兵增援。於是蔣介石喺1941年6月12日嘅日記中又寫道：英攻敘利亞，德未加干涉，是德專力對付俄之象徵也。此時英國已經喺度大肆宣傳德國將進攻蘇聯，但蘇聯卻一再否認，稱蘇德關係並不緊張，而德國對此冇任何回應。蔣介石認為蘇聯關於蘇德關係並不緊張嘅聲明係喺度欲蓋彌彰，佢斷定德軍進攻蘇聯絕不延至下月。蔣介石下此論斷嘅時間係喺6月14日，絕不延至下月，即係話喺6月30日之前德必攻蘇。而就喺6月14日當天，羅斯福宣布封存德國同意大利喺美國嘅資金。2日後，美國又要求德國撤退其喺美國各地嘅領事館。呢個對於德國嚟講無疑係公開嘅羞辱，但德國卻並冇咩反應。蔣介石認為呢個係德國示弱嘅表現，意在避免同美國發生摩擦，以便集中力量攻蘇。6月18日，德國同土耳其締結友好條約，表示相互尊重領土完整與不可侵犯。呢個意味住德軍唔會進入土耳其，也就唔會喺近東同英國發生摩擦。咁德軍嘅目標必定係東方嘅蘇聯。6月21日，蔣介石寫道：德土友好協定既已訂立，則德無對土假道，以供英屬近東之利。如其不再向俄進攻，則為何耶？如斷定德在日內必攻俄。1941年6月22日，喺蔣介石斷定德在日內必攻俄嘅第二日，德軍突襲蘇聯，蘇德戰爭正式爆發，其預測之準世所罕見。蔣介石喺6月24日晚約見美國駐華大使高斯時，高斯亦盛讚蔣介石委員長對世界局勢之判斷如此準確，不識何以真此，我等之欽佩，實五體投地。蔣介石本人對此亦頗為得意。佢喺6月30日嘅本月反省錄中寫道：上月10日，特告美總統，德國必於6星期內攻俄。今果得德國對俄宣戰之報，此豈非上帝有求必應之，救主降恩於愚，而以愚為其化身，唯願一切光榮歸於我天父也。喺度，蔣介石直接將自己睇成係上帝嘅化身，其得意忘形之態不言而喻。只係蔣上帝雖準確預測出咗德軍嘅戰略方向，但對於日軍北進或南進戰略方向嘅判斷卻基本失準。1941年12月7日，蔣介石寫道：美日戰爭暫時不可避免。然而第二日，蔣介石便收到咗日本偷襲珍珠港嘅消息，其打臉之快亦係世所罕見。而就喺蔣介石為抗日戰爭嘅最終勝利限正竭慮咁做戰略布局時，中國嘅另一位領袖亦喺抗戰全面爆發嘅第二年寫咗一本叫做《論持久戰》嘅著作，為抗日戰爭嘅最終勝利做咗另一個宏宏式嘅戰略布局。只不過嗰個係另外一個故事啦。你又點睇蔣介石呢種將抗戰同世界大戰綁定嘅戰略呢？係高明嘅遠見，定係弱國嘅無奈之舉？喺下面留言話俾我聽啦。我係粵港，專注拆解歷史背後嘅真實邏輯。如果中意今日嘅故仔，記得俾個 like， 訂閱越講越有故，同埋打開小鈴鐺，分享俾身邊中意歷史嘅朋友。我哋下期影片不見不散。